演技萬千，只為換你一票支持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，星期一晚8點，翡翠台。異國神廚，美食沙龍哇，這個雞皮，哇，這其實最後美食哎！你們看這個皮的顏色，很脆呢，對啊，真的很大，好重哎！這個差不多是威廉哥的臉。時尚玩家，熱血48小時。總市節報分析各類股票表現，即時專家分析。大家最想知就係你哋摩通咧對於即係中港股市嘅睇法。緊接通識牛熊，追蹤股市景況，助你穩奪先機。今日回吐係咪正常咧？大漲小回嘅格局係咪依然未變呢？財經資訊一網打盡 ，TVB 生活台。哇塞，乖乖吃飯吃飯，不要理我。台日大胃王的爭霸賽，俄羅斯佐藤，哇，一口，卡哇伊，這個大胃王漂亮呢。限時3分鐘。我是陳傑憲，台灣鎮長，Team 台灣。來吧，哪裏怕？星期日下午2點半，翡翠台。塔斯曼尼亞最終站史丹尼。哇！影翻張相先，慢慢感受塔斯曼尼亞嘅隱世秘境。而家我嘅正式任務要開始啦！醫生啊，陳奕迅啊！塔斯曼尼亞潮什麼？最後一集，星期5晚10點半，翡翠台。Jenny，你信唔信孖生姊妹唔只有心靈感應，你中意嘅嘢都一樣咧？我信啊，因為有個事主同咗阿妹拍緊拖啦，跟住佢嘅孖生家姐咧中意咗佢，仲要主動出擊添啊！兩個都咁似樣，愛情不用分得那麼細吧？奇情谷星期6晚9點，翡翠台。